台东和平公园的大型装置艺术，伫咧2年前是去互风太扫甲动到塞外。官府即马是重新规划做光影艺术作品，吸引到真侪民众去遐欣赏，而且嘛有伫今年的伦敦设计奖摕到金奖。也毋过因为这展期是干那到5日这年假结束，有民众就希望讲会当搁延长落去。台东市海滨公园的国际地标，逐天暗时7点到10点拢会有声公表演，透过直径13公尺的依旧结构的表面，创造出海洋含在地原住民特色的劳动公影，亲像在看一场户外的电影。而且佫有网架造型的公影表演，甚至在游客和民众听落来欣赏。旗语啊，还有原住民图腾都很让我印象深刻。那也有一些很童趣的，像是笑脸图案，我觉得是大家都看了会觉得蛮特别、蛮新奇的。这是台东县政府今年规划翻青公影的户外成功装置的艺术，官府嘛把这个作品去参加今年伦敦设计奖，28主办单位是团会的好消息，讲得到概念设计金奖。官府表示讲，因为海滨公园的国际地标伫2年前互风台扣甲歹去，敢若剩依旧造型的体格，为着要定活化利用，该用光影来定营造艺术展演，可能是永续利用的概念得到肯定。最主要就是想说，在利用原有的结构，再去活化国际地标这个地点，然后用这种永续的概念，让那个地方再亮起来。不过，真可惜的就是国际地标的翻青公影展，展期敢若到6月初1，拄好是肉粽节的假期结束，真侪民众拢希望会当延续。对这官府表示讲，因为刷落来台东县有真侪项活动，暂时无规划讲要继续展出，不过会搁来研究来符合民众的需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